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业牧师。今天我们要读的6月14号是诗篇49篇到50篇，从诗篇学祷告，将听从带进祷告。我们要读的 RPG 记载在49篇1节，万民啊，你们要听，世人啊，要留心。马塔纳啊，他曾经说过这样话，他说信靠金钱而不信靠耶和华是愚蠢的。那就是诗篇第49篇里的信息，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我们今天虽然是读了两篇好像很不一样，因为49篇带领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死。对，这世界不管谁很公平，都会死，也会结束。但是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知道他的话永远长存。世上的一切都是会最后没落的，最后都是像畜生一样，畜类一样死了。但圣经中说，因为信而相信神的，走在义路的人，却好像是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永远。所以所谓的义人没有日落，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身体，我们是身心灵，特别是在灵。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躯体会越来越老，一定的。但神却救我们的灵魂，脱离了阴间的权柄，因他必要收纳我们。今天的经文讲了，让我们真实知道有盼望。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到了早晨，尤其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因着主救赎我们的灵魂，以致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这个身体朽坏了，我们不是死了，我们乃是睡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都要复活啦。其实这就是可拉，我们呢这几天所看的经文里面，可拉的后裔所做的诗死而复活的生命正是在他们的身上启动我们知道可拉原来他的族其实是得罪神，他们本来是被毁灭，但神却留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真知道经过那个死的味道，而他们如今还活着，还可以写诗来赞美神。哇，这个他们的这个后裔，可拉的后裔的诗歌写出来就是句句很有这个见证是因着神的恩典，是因着神的恩典让人可以醒悟过来。因为这个经文最后说，人若在尊贵的时候人不醒悟便是与死处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个今天49篇让我们留心来听而且从。听从什么呢？听从在明天的50篇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不可怕，因为我们可以用祷告的心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钱财不可靠49篇，但我们可以有祷告的心，我们的神总是让我们感恩，他是一个够恩典用的。我们的生命不能买赎，但我们的神却用他的生命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不用买，免费的白白的恩典。财富不能延续，尊贵不长久，脸上的美容也不能留，尊贵不可夸。甚至连我们的灵性若不是神使我们醒悟过来，我们还真是什么都不是但是在这个虚空当中，
这一位神却是永恒的，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永死，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神的拯救之恩领导我们。马丁路德他就讲说，我们的神就是赐下救恩的神，神是使我们能够逃避死亡的主，所以我们哪有不来感恩的所以我们看到第50篇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要来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到神的面前，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他什么都有啦，什么都是来自于他，那我们还能将什么献给神？当然可以。他不要我们的祭物，他要的是我们能起来赞美神，感恩的心，特别是我们将主的福音透过我们生命传扬出去，使我们有一个生命可以见证神。所以我们要以感谢献上为祭，是荣耀这位神的。那按正路而行的，我们主必使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恳求神，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例行公事，我们全心来亲近神，投靠神。很重要是我们听了要从听从。如果我们祷告只是情绪疏解，我们知道了听见神要我们做怎么做，但我们不从哎呀，就太可惜了。好不好？我们正如50篇一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独特的亲密的那个关系。我们用感恩的心，就是我们来回应神的爱。我们真诚，我们心口要合一，不要心口不一，这个不是神要的。所以听，不要听了而不从，而是要听从，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他，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建造，一个旅程。他答应我们，陪伴我们，我们就跟从吧，我们就听从吧，因为人生真的很短哦。我们明明知道，真的明明知道，今天读了49篇，明明知道我们会死，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在基督里，死在基督里，我们血肉之躯不用害怕死。即便我们现在痛得很，不管是身体痛或者是心里痛，但是我们有了主，我们有平安，有了主，我们有平安，好不好？我们来默想我们在诗篇49篇如何谈论到钱财跟人生命的有限。这个信息给我们什么提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对这些有限的应当用什么态度来生活呢？人的有限，因着神的怜悯，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依靠的。今天连结的诗歌也愿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这首诗歌是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
有一天我们好像失去勇气，想要放弃，感觉没人爱我们，走到谷底。但那一天只要你呼喊神，用祷告来到主面前，主要斟酌我们的心情，要来拯救，要来爱我们，要来帮助我们。他的双手紧紧要拥抱我们，即使在漫漫的长夜，他要陪伴我们走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有限里，主，你用你无限的爱来爱我们，使我们跟你的无限连结，我们的生命就着实感觉那个力量、盼望、爱。谢谢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透过祷告、读经、诗篇、诗歌，我们将我们的听从的心带进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活出我们愿意跟从听从神脚步的决心跟行动力。我们知道你必要陪伴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要活出在主里面的盼望，信望爱。我们明天见。